第四，思为世间尊主而修无常，说明长达数界，具足微光的诸天人和仙人也不能摆脱死亡。如世间的尊主、梵天、地释天、遍如天、大自在天等，说明可住多劫，身高可大，亦有形而闻举，并且具有胜过日夜之微光，但他们也无法摆脱死亡。功德藏云：半地自在转轮王，无法摆脱死魔主。此外，具有5种神通的天人及神人，虽然以神变力可以行走于虚空中，但最终他们也无法摆脱死亡。如同能行于虚空，然而却不能亦于无始处。大仙具五通，相当就是他们就是具有5种神通的5种神通，第一个是神通，第二个是5种通，就是第一个是神通的通，第二个是天眼通第二个呢就是在天是什么耳通，然后还有第3个呢就是想起过去的这个前世这样的寿命什么？寿命通还有那个他心通等，有这种5种神通的这种天仙等这些能人，可以这么讲，就是非常有能力的众生，但也是没有办法逃脱死亡。56、94、95。人间也是同样，才是极高的诸转轮王，印度圣地的众济王沿袭下来的统治南瞻部族的不可思议的国王，还有三巴拉王和37赞扎王等印度东西方地位显赫、财富兴盛的许多国王，虽已出世，而今皆无一人在世。这些都是过去的印度的这个国土上出现过的许多非常有威望的，而且这个具足的非常兴盛的一些国王的存在但也是今天都有些是有点历史的记载，有些都没有什么历史的记载。所以相同的，我们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只是印度，因为佛法是从印度来的，所以这书本里面所讲的也是很多都是印度跟西藏的比喻，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汉地和尼泊尔也有一点点，其他的部分呢就是没有。但是整个的世界上，整个的这个地球上，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出来，过去有出现过多少多少的历史，那么今天呢就是都有没有存在。那过去就相当就是1000多年、2000多年、3000多年，就这样几千年前的一些历史的一种书榜或者是记载的一个，甚至有一些过去的一个古人用过的一些物质，相当就是古文化的一些物质，相当都是在人们都是称为古董非常的怎么说呢，珍惜，而且非常的珍贵嘛。这些一切都是过去，那肯定都是有个主人，但是他们都不存在的。那这些历史跟文化怎么说呢？那个也是不是留下来的很多，所以有留下来一点点的那个古董什么的一些物质的话，也是大家都觉得很珍贵。原因是什么？因为都是无常，好不容易能够留存下来一个这么一点点的一个东西那么自然而然就我们感到就是说一切会无常的那相当就是古时候的一个碗留下来了的，那现在他是说有500年或者1000年、2000年，实际上就是一个碗而已那么这种碗比这个更好的碗，现在在人类也是多了去了。
但也是为什么重视那个？因为过去的都不见了，所以好不容易留下来了一个，所以就觉得很珍贵。但是人类跟人类的说明是不存在的。那这些现在就过去留下来的，现在放在那个博物馆的然后就是当做非常珍贵的那些东西，也是能够可以永久留存下去吗？那也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都是在无常。协议西藏，自从初该藏菩萨的化身藏王灭持真部以来，就是在西藏的历史上有一种传说就是在西部的那个地方，就是有几个放牛的人，就有一天遇到了一个人，那么他呢就是有一点的与众不同的但是语言沟通不了，他们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实际上是印度来的，因为他长相有点就像那个眼睛呢，就是在闭眼睛的时候，我们都是上眼就是往下闭嘛，对不对？但是他呢就是下眼往上闭的，然后就是这些那个手的这个中间都是有连起来的，就像一个反正就是长得有点跟人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然后呢，印度的国王呢就他生一个这样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因为每一个人的执着就是这样嘛，人的执着就他觉得这个很不好，就肯定一直都是认为不好他觉得这个很好，那就是一直都是把自己就把这个东西是当作是很好的东西，就一直珍惜的时候，每次都是心里也是感到一些幸福，或者是感到一些快乐嘛。那如果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好，或者这个人不好，那每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都是很讨厌嘛。就这些都是实际上是一种我们人类的执着而产生的。那你就是把一个人当作说很喜欢的一个对象那你就觉得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那你每次看到的时候就心里都比较开心所以这样的道理。所以就国王他呢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当作是比较怪物一样的，然后就不敢让人家看，然后就是在长大了以后让他去赶出这个印度的那个他的那个国王的国土。然后他走到西藏，的时候就是跟几个放牛的人遇见了，然后他们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就是指天空因为语言不同，然后他就指天空，他的意思就是从印度来的然后他们认为他是天人，从天上来的，所以就把他就是成为了藏地的第一个国王以这样的一个历史实际上他是初该藏菩萨的化身，然后当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就变成藏地的怎么说呢，国王，也出世了天祚第7王。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一些西藏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西藏的地方出现了哪些国王的意思。地贤6王，中德8王，初赞5王，幸福期13代，极乐5代。藏王松赞干布时期，藏王松赞干布是观音菩萨的化身。那他的这个时期呢，以幻化的军队征服了上至尼泊尔，下至汉地的境地。藏王至宗德赞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位期间统辖了南瞻部族的2/3的领地。藏王热巴坚时期在印度恒河边树立一台那个铁碑，作为印度与西藏的界限，并且征服了印度、汉地、格萨、达斯等许多国家，作为附属国。
之后每逢新年什么年会是吧？宴会各国神城在同一天内聚会拉萨城，进攻等等，虽具如此之威力，然而现在这些也都成了历史记载，除此之外无有任何留存下来。然后思维上述道理，那么我们现在的住房、受用、眷属、权势等，虽然自以为比较甚妙，但与前人相比，则如同蜂巢一样，所以应当观修。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时候，就巴珠仁波切所写这本书的那个时候，主要呢就是这里面很多都是以那个怎么说呢，藏区为主要的一种写作，但是也是相当也是在所有的人类都可以看得懂的，这些都是可以相比的。相当就是在过去，在藏区也好，印度也好，出现了那么多的国王，那么多的怎么说呢，有神通的、高深大的、有威力的这些国王，这些全部都是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历史一样。那么藏地来说到也是有出现过那么多的国王，有那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征服了那么多的领地，但最后也是成为了一个历史那以这样的来看的话，现在的我们相当就是现在的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家，如果是觉得非常的稳固，或者是这样去想的话，跟一个国王的王宫，或者是跟一个国土比较起来的话，那就相当就是一个蜂巢一样。所以蜂巢呢，就是相当就是蜜蜂自己认为呢，就是它的蜂巢是非常非常的稳固，也是非常的舒适，也是非常的坚固，会有这种想法。但实际上来说，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一个蜂巢，它就是很不稳固的，而且是很脆弱的，随时都会一个大风或者是一个大火、一个大水，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毁灭的一个，其他的任何一个动物都可以损坏到那个蜂巢的这样的一个这么脆弱的，相当就是从这些过去以往的这些先人们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以前的这些人们前人相比的话，那我们的这些都是就像蚂蚁窝或者是蜂巢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执着的。从这样相比的话，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更能够容易放弃但是这个能放弃是就看修的好与不好。这些无有任何恒常稳固的，所以我们所想的现在的我们自己的那个家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整个的世界都没有任何的稳固的，都是无常。自本自论着空着